一年一度嘅渣打馬拉松就嚟到啦，今日我就會用 Rigid Tape 教大家一個簡單嘅腳腕貼紮，幫大家鞏固腳腕，防止受傷。首先我哋會喺腳踭對上3寸圍一個圈，呢條 tape 就係我哋嘅 anchor， 可以令到我哋之後嘅膠貼黐得更加實淨。之後我哋要將腳踭固定為90度，用 U 型貼法由內側 anchor 兜過足底去到另一邊，覆蓋住我哋嘅腳踝，之後再加多一條喺後面。呢兩條 tape 要重貼大概1/3嘅闊度，再用8字形貼法喺 anchor 兜過關節中間，再兜過足底，之後交叉貼喺另一邊 anchor， 之後我哋再加多一條覆蓋住上一條嘅1/3闊度。Figure 8可以限制中足嘅活動，令到腳腕同埋腳掌嘅關節都可以穩定啲。最後再喺 anchor 上面圍多一個圈，固定所有膠貼。黐完腳腕之後，可以試下撳住腳夾3秒鐘 ，check 下血液循環有冇受阻。如果3秒之後腳趾都仲係白白地，冇恢復翻原本有嘅血色，咁即係代表包得太緊，就應該拆咗佢重新包過。有啲咩疑問都可以隨時 DM 我哋查詢。